嘅赦罪，去活出一個信仰群體守望嘅聖潔生活，神就會鬆綁噶啦，令你咧唔會同嗰啲沉淪嘅大眾咧一齊沉船。點樣可以做到呢？教會嘅先知可以俾啟示我哋點喺個大家都唔講心靈層面交流嘅膚淺社會中咧，持守到底，珍重教義和聖約、智慧語同埋貞潔律法呢一啲規條咧，去活出更合乎神心意嘅事業生活，邁向高榮國度。我哋先唔好理啲計較你份工揾得多唔多嘅功利眼光，回歸去基本聽，感受下神其實想我哋點。嗰啲咧，當你係 nothing 嘅意見咧，係唔重要嘅，因為你受咗洗之後咧，係有亞倫聖職，可以配稱有侍奉嘅權柄嘅。亞倫聖職本質上係有 commanding 同埋 mobilization 嘅能力，唔係淨係姜 B 咧先至可以咧向觀眾咧發號施令嘅。神賦予你亞倫聖職咧，就係佢唔想你孤單。喺教會層面嚟講咧，聖職權柄，就算你係打份牛工，都可以獲取民望支持上咧勝過 Mirror 嘅。好似我咁咧，2月頭受洗之後咧，神咧竟然要我咧離開梁職位嘅教職，轉型去做英國號。我突然咧覺得咧，去東九龍同埋天水圍好多嘅社區會堂咧表演唱歌咧係好有權柄嘅。喺班各區嘅公公婆婆鐵粉面前咧，我並非 nothing。我嘅心間關社嘅覆蓋層面咧係進一步變得廣闊，唔係淨係困喺青衣長康村校舍嗰13班之內。神咧要我接受亞倫聖職後咧，嘗試獲得更大嘅祝福，好好善用權柄咧，去突破公仔箱，展現 leadership qualities。最近咧，我有機會咧係北上新會龍泉做英國號，進一步咧突破到咧港方咧對何謂藝人嘅定位上嘅統戰。我可以咧係善用神俾我嘅聖職權柄，好似內地網紅歌手咧唐藝咁咧，好好享受個舞台，演出成果咧，亦都可以咧喺 YouTube 有片分享嘅。洗禮後嘅亞倫聖職，令我謙卑地咧繼續保持住教會查經團契侍奉嘅生活之際咧，可以同時咧係經歷蛻變，令我開始咧感到咧做亞洲第一，肯聽聖靈嘅話語咧，其實唔係想像中咁難嘅啫。神亦唔會吝嗇我手頭上做緊呢樣嘢，好精英主義咁樣。只要我有領受長老每週嘅噓寒問暖，神照俾我放心享受享受呢一種萬民敬仰嘅甘言，以歌聲咧係去成就更廣闊嘅大能。如果我哋嘅生活更貼近主嘅靈，你會發現你嘅人生突破權限咧可以唔止咁少嘅。珍惜受洗後咧神賦予嘅聖職權柄，你可以咧更加有信心係去做你以前以為唔得嘅創舉，傾聽先知嘅啟示，得知神嘅懷內冇嘢係唔可能嘅。一位卑微跑九龍新界各區嘅游泳教練，都可以喺車公之中籤都話好